香港200幾間老字號集體執笠，究竟係死於人工鋪租，還是死於服務態度呢？當海皇粥店最後一間門店拉閘嘅時候，呢一個陪伴咗香港人33年巔峰嘅時期，坐擁30幾間分店嘅餐飲巨頭，始終都捱唔過2025年。今年5月份全線結業嘅公告下低滿屏都係以後咧再都食唔到咁綿密嘅艇仔粥嘅嘆息啦。咁樣嘅告別方式咧，喺香港餐飲界已經唔係咩新聞啦。44年歷史嘅燉奶佬餐廳5月份全線關門，陪伴咗香港人35年嘅名都酒樓9月份亦都係黯然離場。香港經濟日報嘅報道統計咧，更加係觸目驚心。佢話2025年截止到6月底全香港已經有290幾間門店倒閉執笠啦，而餐飲業佔比近70%，超過200間嘅，其中有唔少都係經營咗近半個世紀嘅老字號。業內有更加悲觀嘅預測啦，就係話按照呢一個態勢繼續咁樣惡化落去未來好可能會有2000間餐飲店會執笠倒閉嘅。點都估唔到曾經係定義港味嘅呢個文化圖騰，如今艱難求生。喺1999年梁朝偉、張曼玉着住西裝旗袍喺蓮香樓嗰度舉辦花樣年華嘅記者會，揀喺呢一度只係因為佢夠老夠港味，調線輕搖復古嘅掛鐘滴答聲裏邊藏住20-30年代嘅香港風情，雕花木窗更加係眾多港片嘅標誌性背景啦。蓮香樓嘅名氣唔單止係情懷，佢1樓嘅蓮蓉月餅被譽為係蓮蓉第一家，納入到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中秋前1個月櫃台前面就會排晒長龍嘅。咁佢2樓首創嘅即點即蒸嘅呢個手推車服務，蝦餃、燒賣呢啲叫聲可以話係80年代嘅港片嘅記憶。呢一種模式後來俾到全香港嘅茶餐廳去到效仿嘅。巔峰嘅時期呢一度嘅日均客流量係過千嘅。早餐高峰期拼台成為常態，遲到少少時間你等位要等成個鐘頭嘅。喺香港咁樣嘅傳奇仲有好多好多。中環嘅蘭芳園奶茶店憑借住70幾年嘅功力，發明咗絲襪奶茶，成為咗周潤發嘅心頭好。珍寶海鮮坊作為全世界最大嘅海上食府，喺香港屹立咗幾十年嘅。食神同埋無間道2都曾經喺呢一度取景拍攝嘅。嗰時候嘅香港老字號從來都唔受客源嘅。海皇粥店一日賣1.6萬碗粥，大媽記嘅腐乳遠銷到海外，香樓嘅早茶由朝頭早到晚黑座無虛席嘅。點解曾經聞名世界嘅香港餐飲今時今日會落得如此淒涼嘅下場呢？其實令到香港老字號隕落嘅真相係香港人集體嘅北上消費，香港揾錢喺內地使嘅呢個熱潮，成為咗壓死香港餐飲業嘅一塊大石。喺香港一個快餐基本上都要50港元或者以上嘅，以同樣嘅價錢喺深圳就可以享受一餐旋轉嘅小火鍋，甚至連香港嘅外賣都算係高價消費，50-60港元嘅中餐疊加咗15到30蚊嘅呢個配送費，仲有5蚊嘅平台費，附加嘅成本令到外賣貴咗1倍。更加令人頭痛係乜嘢呢？受到電動車嘅限制，外賣騎手大多數係踩單車或者係步行送餐嘅，咁平均配送時間超過1個鐘頭，等到嚟蚊都瞓啦，係咪？反觀內地美團 APP 上邊任君選擇，價錢只係香港嘅1/3，就有數據顯示啦，香港每年平均外出旅遊嘅1.05億人次中超過8000萬港人係北上消費，齋係舊年喺大灣區內地城市就使咗557億嘅港元嘅，人均消費680港元，絕對係消費嘅新動力啊！喺香港人工就貴過食材，租金又貴過人工，係香港餐飲業老闆嘅死穴嚟嘅。按照最新法定嘅最低工資42.1港元每小時嚟計算全職員工月薪大概係8083港元嘅，但係呢一個待遇根本上就招唔到人。今年2季度香港餐飲業嘅從業者平均月薪已經係去到19395港元啦，仍然係一工難求。而家面臨困境港府已經及時出手啦。2025年施政報告推出咗11項中小企業嘅支援措施，包括豁免呢個食物業嘅牌照費，1年減收50%嘅工商業污水附加費，延長咗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計劃等等啦。但係政策可唔可以見效呢？關鍵就要睇成個行業競爭係咪願意改變。激烈嘅競爭逼住成個行業改革，蓮香樓開始試水線上外賣，雖然仍然係堅持收 cash，但
但係開通咗電話預訂嘅。咁啊，部分咧香港茶樓亦都引入咗微信支付啦，取消咗呢個最低消費，同埋服務態度咧亦都有咗明顯嘅改善啦。呢一個咧就印證咗一個道理，消費者從來都冇拋棄到情懷同埋老味道嘅，只係唔中意守舊嘅經營方式同埋服務理念嘅啫。半年時間，超過200幾間門店執笠嘅背後，係香港餐飲業嘅殘酷洗牌。當情懷撐唔起成本，當傳統跟唔上時代，老字號嘅出路唔再係情懷，而係革新，放低姿態，改善服務，跟上時代，適配新消費，照顧消費者嘅愛好同埋情緒價值，先至能夠喺時代嘅浪潮底下生存落去。畢竟啊，大家懷念嘅唔單止係經典嘅香港老味道，更加係所有伙計大聲熱情嘅一聲聲老闆你好，老闆請坐，係消費者想要受到尊重、有歸屬感嘅香港情懷。